我那天为什么会去那？其实主因，我先讲一下主因好了。主因就是他是没位置坐的。不是没位置坐，是我的朋友去那边上课，然后他到教室去里面，教室里面就有一两个同学会在那边占位置，然后他们把前面的位置都给占了。那我同学要去坐，我的朋友要去坐的时候，他就不让他坐，就规定看不到很吧？因为他年纪比较大嘛，所以他可能不能坐太后面，应该看不清楚，不然还是听不到，可能太小声，我也不知道，这个我就不知道。可是我知道的是，因为我那天进去看教室里面其实蛮空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很早，那时候在7:40吧，那一堂课是8:30才开始上。结果我去看前面的位置，就有的人放铅笔盒，要不然就放一本书，或者是圆珠笔这样意思，就前面的位置几乎都被占满了。问题是那些位置都没有人坐，他们是说他们是帮他的朋友占位置，对。但是那个时间，你帮一个人占位置，我是觉得 OK 啦。你想要跟你好朋友坐在一起，占一个位置不奇怪，可是你不能把前面整排都占满了嘛。前面大概3排的位置都被占满了，那我就觉得说你一个人占那么多位置，这个有点讲不过去了。所以他就是为了那个位置在吵，来找你去。那为什么会找我去？其实这件事情不是今天才发生的，这件事情其实是从开学，其实这个事情从以前就已经发生了。开学到现在啊，你看现在这个礼拜都已经期中了，开学到现在都已经过多久了？那这个过程中应该也有沟通，也有去找同学讲，甚至他们有吵过。其实他们已经吵过了，也有找老师讲。那老师的部分应该就我校方的部分，应该是没有去帮忙介入去管学生的事情吧。那时候你要说下面有20个人。哦，为什么我要说下面有20个人？好，那前面我先讲前面，因为前面有很多次沟通，甚至有吵过，那可能都没有用。后来我的朋友实在是没办法，所以才找我去帮忙，找他们理论。对，所以你知道吓他吗？那些小朋友其实我跟他们是不认识的，我跟他们没有仇恨啊。对啊，我昨天想说跟他们吵一吵，理论一下。如果说他愿意位置让给他坐，那我觉得这样就 OK， 我就走啦。对，那因为在我去之前，他们吵架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小朋友人比较多嘛，我那个朋友就一个人而已啊，所以他就说啊，恁人较济，恁人较济，所以欺负阮人较少嘛。然后我才回了那一句话，就是影片上看到那句话说：“恁人真济，阮后边嘛真济人啊，楼骹还有20个人在等你，你要落来处理。”一方面我就想说，不要影响到教室里面安宁，把那个小朋友叫出来好好的讲。对，也没有要好好的讲。其实我那个时候其实也蛮凶的啦，对啊。可是事实上楼下并没有20个人在等他。对啊，其实我只有一个人去而已啊。哦，有人说你假装绕人的那个手机屏幕是亮着。对，我假装打电话，我手机屏幕是亮着，有一些网友有发现到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事实上我根本就没绕人啊，确实是没有绕人，我就一个人去。那我是跟他讲说，15分钟下来啊，你不下来的话，你就不用下来了。然后我讲完这句话，其实我就下了，我就坐计程车回去了，就这样。对，那可是其实，在我这样讲好了啦，我为什么要去？我不去的话，这件事情我看到明年应该还是长成这样，就是他们这个占位置的这种文化，我是觉得不应该啊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7:20去，7:40去，7:30去，那堂课靠有的人比我还慢来，那为什么不能做？那他占位置的话，是真的有人要坐那个位置吗？这我就不晓得了。有些同学可能8点才来啊，有的可能甚至更晚8:30才来。还是不想让他坐那个位置而已。这个就很难说了，这个就很难说，这个我没有在现场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因为他们
之前在我没去之前他们吵过的，可是我去之后，我就问那个阿迪亚说：“阿喜安那家原因这，这是你的所在哦。”那个阿迪亚就马上回答我说：“会啊，会当坐啊。”那我问他说：“那后礼拜再坐吗？”他说：“后礼拜嘛会使。”可是其实事情我觉得，如果处理到这个，他也愿意让位置给我朋友去做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就 OK 了啦。对啊，也没有要再去吵那些什么，我就觉得那很无聊啦。对啊，如果今天我没有去的话，应该是说，在我还没去之前，他们如果沟通完，他愿意让一个位置给他做，其实这件事就算解决了，我就不需要过来。那我只是单纯就是去帮朋友理论一下。当然，我的态度跟口气是不太好啊，就像影片上讲的演的那样嘛，就像影片演的那样。那其实我不是突然没来由，每次就跑到他们学校去找那些小孩吵，对不对？不是突然没来由，就突然跑去找那些小孩，因为那些小孩跟我并没有仇恨，那些小孩跟我并没有仇，我根本不认识他们啊，对啊，所以其实。对啊，就他们之间的问题。后来我走了之后，后来他们学校教官室还有校方有来处理这件事，就是说他们校方会去协调，那就 OK， 反正就两位当事人自己去处理，他们两个讲好就好了。所以基本上网络上的网友会有私密我的，或者是留言什么的，其实。我也不会去跟那些网友吵啊，对。那你觉得你的行为，他们要跟他们道歉吗？我觉得我的行为要跟他们道歉嘛。身为公众人物，我不是公众人物啊。可是其实说实在话，我后来回家之后，我冷静下来，我反省我自己，我确实是有问题啦。我不能说我都没错。对，但是我不是突然没来由这样弄嘛，事出有因啊，事出有因嘛，对啊。可是有啦，我确实觉得我的口气还有那种语带威胁的话，可能让人家听了会觉得不舒服。再加上班上可能那个教室的后面有其他同学，我会影响到课堂的安宁。对，这是我自己检讨我自己的部分。真的是抱歉。对，但是其实事情就这样啊。他们校方教官也有打电话，有处理，就是说这个事情他们会处理啊，那就让学校去处理就好了。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本来就没问题的，对啊，只是说。线上的、网络上的，我是不知道他们两个人，我是不晓得他们两个当事人、事主，还有校方介入之后，他们的协调沟通是如何。对，只是网络上的人可能只有看到影片的部分。对，可是我进去那个教室里面跟那些小朋友讲话，到我离开前后时间应该不会超过10分钟啊。对啊，就讲一讲啊，反正他愿意让位置给他坐好啦，那就这样啊，也不是强迫他让，是因为那个教室里面真的就很空啊，就我不懂你为什么一个小朋友来，然后前面2、3排的位置你都把人家占了，不给人家坐。对，那甚至在我没去之前，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有讲到一个东西，就是。其实之前他们有在吵，然后他们那一群小朋友人很多嘛，那我的朋友只有一个人去，然后那些小朋友就在旁边那边耍，就是不给你坐啊，就是我们就是先站就是这样，然后旁边几个同学一起笑他。那当然，站在他的观点，我觉得如果是我被这样子弄，我也会觉得不开心啊。对，就是占位置的人，然后旁边他的好朋友可能就一起笑他这样。懂吗？就比如说你要来坐这，然后我不给你坐，我在那边对你耍机车，然后我的朋友跟我一起笑你这样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开心？
你应该会觉得不舒服吧？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累积了一段时间的点，它其实不是很严重的事情。说真的，在其他人的眼中，包括我在内，在我看起来这件事，我觉得哈，就为了占位置，还有那么是有需要的。在我个人观点看起来，也是觉得说哈，这个事情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，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嘛。对啊，如果说你去跟他沟通，跟他好好讲完，如果他还要这样，那就是他的问题。那如果说你去跟他沟通，好好讲完，对啊，就是应该怎么讲？就是前面所有的座位都被坐满了。前面所有座位没有啊？那时候他你自己看影片里面，教室里面左前方有3个小朋友，右前方只有1个小朋友。可是我进去看，前面3排位置是被放满了东西的，就是有书啊，有铅笔盒啊，有包包啊，有瓶子啊之类的，反正就是那些东西啊。他就是放那些东西。那我现在回过头来问你，如果我现在做捷运，我在捷运上，我又放雨伞，然后又放瓶子，保特瓶，然后又放一个什么梳子干嘛的，然后我在捷运上也把人家占了一排的座位，我觉得这样子应该是不 OK 的吧？对不对？我不晓得啦，搞不好他们小朋友会觉得，我这样子很合理啊，我先来，我帮同学占位置没问题啊。但是上面有说老师说可以帮忙占位置啊。老师说可以帮忙占位置，有，就是那个小朋友有这样回答，然后这件事情是在前几个礼拜，他们在那个地方上课的时候，老师就有说，他们就因为这件事情有争执过了，然后有到老师那边去请老师帮忙协调处理。那我听起来的感觉就是老师就是没处理。那个小朋友的解读就是老师说可以这样，对吧？那老师说可以这样，就是他可以规定，我朋友说，你不能做这个。他说老师说可以这样啊，所以他就规定我朋友说，你不能做这个。那现在老师说可以这样，那我也可以规定你，那你也不要做那。所以他就是因为被人家规定，所以他自己也不开心。对啊，你可以规定我，不是啊，我们是同学嘛。今天如果你是连长，我是班长，你规定我干还有道理啊，对不对？我们2个都是同学呢，不要说我年纪比你大还是怎样，我倚老卖都不要管年纪，全部我2个变大嘛，对不？如果在这种变大的情形下，那你要规定他，那他规定他不能做那我也要规定你，你也不能做这个，这个逻辑很奇怪吧？对不对？你如果说我很早就去，不是啊，你若我好重讲这段剪掉。如果今天说我迟到，或者是我很晚才到，前面的教室都被坐满了人，我没位置坐，我就只好鼻子摸，只好挑没有人的空位去坐啦。这件事情就是这样。那你总不能说我7点半就到了，结果前面位置3排都占满，你还规定我不准坐，那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逻辑？对不对？那我可以很早就到火车站去，先把位置先占了，然后规定乘客都不准坐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等一下朋友要上来要坐，这个可能你们觉得可以啦。那如果这件事情这样是对的，那就是我错。如果这样子占位置的文化是对的话，那就是我的认知跟你们不同，那就是我的错，对啊。但是我的认知是觉得这样子是不妥，因为教室里面上课就是先来后到，我们会不会录太久了？你要修掉，把它剪成精华。好，祝各位愉快，身体健康。我只能说，惊动了各位同学，在这边诚心的跟大家说声抱歉。然后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大家各退一步吧。如果校方介入，两方士卒，应该说校方如果说我介入，能够协调好这件事情，
两个事主，两个当事人可以沟通好，这样子。重来。如果说校方有介入这件事情，两方当事人可以做好良好的沟通，其实这件事算圆满了。对。对啊，反正没什么事，不然我都几十岁的人，我去跟小朋友吵，我跟他们又没有仇，我跟他们也不认识啊。听到了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拜拜。